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有一个装置艺术，是一只真大只的金鸡。讲有济民众会摕10块的，或者是5块的银角啊，甲设立喺这个金鸡的身躯顶。这到底有啥物用意呢？庙方讲，迄甲下元池的意思同款，嘛是求财的一种方式。 金属鸡影，互日头照甲规只不灵不灵，斟酌看身上金属编一个花草，看旁红钱济金角角，信徒不样看样，啉钱来钱，祈求神明保庇。蛮有趣的，是要给人家交换的吧？跟大家一样，就是觉得还不错，然后觉得很好，很有意义。另外，这件金元宝内底嘛拢是金角角，阁有规张一摆。 这是南投德山指南宫的金鸡母含金元宝的装置艺术，是安怎要伫咧空房内底钱银角角咧？大家都想说要祈福，都给它塞上去，要土地公保佑。庙会讲真侪信徒来钱钱，就是希望祈求钱生钱。过年前变动，亲出千外块拢来添油香。不过这个银角角就钱伫咧金鸡母的身上，信徒若是甲钱领走，就可能犯法。信众投下的硬币已属庙方管辖财产。 如果未经同意取出，触犯刑法第320条窃盗罪。甲银角角钱伫咧金鸡母编一个芳，这密码钱，互规只金鸡母充满财气。指南宫另类求财祈福的方式，互信徒拢感觉趣味啊趣味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